继续来看台中的龙井区农会，甲收挂要单调的高粱管用来做古早的扫帚，甲这个农业的废弃物再利用，嘛来传承着农民惜物爱物的精神。 在地老师傅甲民众免怎将高粱管制作扫帚，龙井区即工找老师傅来教家政班学生利用高粱制作手工扫帚，非常特别。第一个步骤是用脱壳的部分，那可以减少它本身扫帚的重量。配合农委会伫我市竞赛政策，鼓励农民种植麦仔、高粱。绿色照顾站家政班学生就地取材，互资源搁一摆利用。过程内底，若体会到农民的辛苦。 嘛，传承农民珍惜物件的精神。这个扫把已经流传很久了所以说我们农会规划的这个课程报名相当踊跃甲收刮落来高粱管变作是家家户户用得的扫帚，互民众感觉农业废弃物搁一摆利用是一件真有意义的代志。嗨，我是映彤，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站起来！